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我们能够一起透过神的话语，能够一起来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智慧跟丰盛的祝福，叫我们在生命当中求神来引导我们。我们也一起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恳求神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在经历里面来认识神，来经历我们生命的盼望跟目标。谢谢主，将今天晚上的聚集，我们一起透过你的话语来得着生命的祝福。感谢天父，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越认识你，越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越认识你，越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让我们一起在深深的敬拜里面，打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回应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
深深地献上我的爱，献上我的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爱的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同在，让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主，阮感谢你，愿阮的心甲主你相连，互阮的心会当伫你圣神的感动的内面，互主你的灵来吸引，来就近你，常常向主你献上深深的敬拜，嘛是阮献上阮内心对主你的疼。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主的话语，圣经马太福音书第25章14节到33节。马太福音书第25章14节到30节，圣经的话安尼讲：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呢？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葬在地里了。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节，教导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关于在自己的恩赐还有自己的才能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如果按照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在一开始，天国就好比有一个人，他去到国外，然后叫他的仆人来，然后把他的家业。我们要知道，这个好比一个人，这个其实耶稣在做比喻，说上帝他如何把他的产业、家业赐给我们，让我们去做管理的工作。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在15节里面说到，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这个才干是指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弄有这个先天人讲先天的这个才调啦，原本该有的这个你原本有的能力，但是再加上后天的学习之后，你的得到的技能了。所以按照个人的才干，其实是可以分成2种成分，一个叫天生的才能，一种还有包含另外一种就是你所学习的技能。所以
自己本身先天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个人所学的、所得到的技能也不一样。那今天的圣经节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好，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就往国外去了。然后呢，那领5000的就去做买卖啦，他就赚了5000，然后那领2000的他也赚了2000，但是那个领1000的他却去把它埋藏起来。所以在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呢，他其实在一开始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些属灵的恩赐啊，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谈到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我觉得它最主要是属于上帝所赏赐的一个家业。每一个人的属灵恩赐不一样，可是当这些上帝所给的恩赐里面，你如何把它你把它转换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些恩赐就是一个这个属灵的恩赐，就像今天这个家族一样，它是给有5000、2000、1000的，你把它换成银子一样来看待，就包含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的服事，或者是我们在经营的福音工作，这3个仆人你把它想象做信徒好了。好，所以主的信徒，每一个信徒我们都知道都有不同的恩赐嘛，但是没有一个信徒可以推辞说，我没有恩赐，所以我不用服事啊，我也不用交账啊。其实我们从故事从头到尾，我们可以看出，上帝既然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一定有他要交账的时候。那如果要交账，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所看这段圣经节说，世人他看重，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个人的才干能力，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才干能力并不是恩赐，也就是说，它不是上帝所赏赐的，它是上帝原先设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才干，但是每一个才干、每一个能力能否能够让主所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原先的这个摘雕啦，你个人的摘雕，跟你所学习得来的这些恩赐能力，你怎么样能够为主所用？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才干按照个人的能力，这个才干可以影响这个所得的恩赐大小。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才干不同，上帝所赏赐给你的能力其实也是不同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以前也在思考，有些人他们在思考说，为什么你怎么有那么多的恩赐才能？以前我也非常羡慕有些人，他很会服侍神，很能够用他的才艺，包含主讲，还是讲用伊的敬拜的服侍、弹琴、学音乐。以前当我都还不会的时候，我发现说，哇，我好羡慕他们怎么有如此多的恩赐大能力？我也期待我的生命也能够如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这个才调才能必须要被转化作为上帝的恩赐所用，要不然这些能力实际上它没有办法带给教会祝福，它也没有办法让上帝国度带来祝福的生命。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发生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信徒他会把他的才能列文书摘掉，把它变成是一种夸口，一种骄傲的一种表现。那么你这个才能或者是上帝所给予你的恩赐，那就会成为不是正当的用途。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银子是家主所给的，我们怎么样按照这个上帝所给的能力来做最好的发挥跟运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整篇的故事里面，他谈到一个这个恩赐的赏赐，不管是5000的、2000或1000的，绝对不是你拥有的，而是上帝所给予的，也就是这个家主，我们的主子主人所给的。那主既然能够将这个恩赐赐给每一个信徒，那么我也在想，他的意思是希望每一个拥有这份恩赐的人该如何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恩赐，如果当你随着你的年龄，随着你的环境或者是先天条件的不足，而无法再为主所用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恩赐为别人带来祝福？是不是？还是
你依然站在你的恩赐所占有的领域里面，而不让别人去发挥。所以我们应当要顾虑我们不是在顾虑我们自己的恩赐的拥有，我们应该要去想的是，当我有这个温数在掉的时阵，我是不是也当将我的温数在掉去祝福别人？简单讲，如果你是一个足够弹琴的人，但是你足久啊，你弹吉他、弹琴也好，你足久的时间，你感觉要有需要最多人来做伙参与，甚至会当祝福较多人，你会使去介意，你会当去给帮赞，甚至你会当给辅导、鼓励人，会当做伙来参与安尼的服侍。那我觉得这就是把你的恩赐去祝福别人，而不是践踏别人的恩赐。因为当你在这个恩赐的岗位上在做的时候，你底下在服侍，但是你嘛无尽心在做，你认为讲哇，我会当享受在这个温数的运用的中间，然后占有一席之位，但是你没有去看到，在你的恩典的赏赐当中，你如何让它产生更大的效益。亲像今天咱所看见5000的、2000的，他们怎么样让它更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所恩典的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恩赐，这不是摘掉，不是你本来的摘掉，是上帝所赏赐的另外给你的恩赐。所以上帝，他是照着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来赐给我们，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必须不要去限制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譬如讲，你原先足够弹琴，但是当人要需要你来做的时阵，你就推辞，你不要。就像礼拜天牧师在分享的，你会去拒绝，你也是说哇，我很忙，我没有办法，我怎么了？那么其实上帝的工作在这个服事上面，这个恩典的赏赐上，譬如说你的钢琴好了，或者是吉他，或者是敬拜的服事好了，或者是招待的服事好了。如果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这份服事工作不见得是一定要你了，因为上帝会另外安排适当的人放在这个岗位上。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承载上帝更多的祝福，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态放对。在我们今天我们看到20节跟22节，当5000跟2000，他们把各赚的，他们把他们所拥有上帝所赏赐的，他的家主所给他的5000、2000，他们说主人啊，我已经把你给我的5000又多了5000了，2000又多赚了2000。主人说什么？在21节、23节，主人说：好，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也就是说，注意哦，这个家主说你在不多的事上，也就是说家主所赋予给他5000，就是一定你会把这5000块做好的管理。不是我们可以决定说，哇，主啊，你为什么给我那么多恩赐？我真的好痛哦，我宁可不要这些恩赐。不是这样，上帝给我们恩赐一定有他的意思，就像他所说的，你在不多的事上，也就是说上帝其实知道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并不会很多啦。所以你茫感觉讲哇，那个教会啦，还是讲牧师啦，什么人讲爱你服侍你感觉做无用，做忝我感觉这个服侍很累很多。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很多服侍告诉自己，学习安静下来，你好好把你的时间调配好，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身边的人好好做沟通。我觉得管理服侍神也要学习自我管理。服侍神一定要学习自我管理。如果你不会学习自我管理，你会觉得服侍神很痛苦。所以我自己在过去大学的时候参与在大专的服侍，我也曾经因为这样子而逃离，我也放弃，然后明明就有一个身份需要做我应该做的服侍，可是我却把这些工作推给其他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主人对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
其实每一个人所得的福分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领了5000，或者是你拿到了2000，或拿到了1000，而觉得有少或多的区别。其实上帝看重的是每一个他的仆人的忠心啊。你对主有没有忠心呢？有忠心没？不是咱所做的工课有多少啦，所以会记得咯，在我们对主交账的时候，不是看我们工作的成果多少的分量，乃是看我们的心忠心的程度，是100%的充分的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吗？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给你的恩赐是足够你可以承担的。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绝对不会输给别人的，也不是赢过别人的。上帝看重给我们的恩赐是按照我们内心可以承担的范围，但是上帝要看我们什么？上帝要看咱有忠心也无？所以就兄弟姊妹，主要爱咱会当负责，是一个忠心的问题。你有负责任无？是一个忠心的问题。当上帝呼召你，通过兄弟姊妹若把你选做中职同工，你是不是忠心在上帝面头前，谦卑来听这兄弟姊妹，陪伴因、鼓励因、帮助因？所以兄弟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认为有钱人他就是蒙福受的祝福越多，也不是没有钱的基督徒他就如何，不是，在于有没有忠心。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24节说，那领了1000的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他说这个忍心啊，忍心啊，意思就是说心肠很坚硬啊，拿球剃旧，意思讲哇，你中野道了然后中你这主人是我知道你是中野道的他说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那就不合常理嘛。你没有种植，怎么还要收割呢？没有散的地方，这个他们必须要把这个谷物用这个筛子就把这个壳把它筛掉。但没有去做这个筛谷物的地方，却你还要聚集这些谷物，这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领1000的，他就对这个主人说：“我知道你是种野道的啦你这没钱的所在，你嘛要收但是呢，他说什么？我就害怕说我惊讲因为你嘛要安尼做，我至少嘛要给你我的1000块，至少我还有可以给你1000块，所以他就特别把这1000块把它买起来。各位弟兄姐妹，注意他说我就害怕。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胆怯的人，他怕主，他怕这个主人，他怕人，怕失败的人，甚至他怕他的成果少，他干脆就让这个世界所给他的这些刻板的印象来取夺他生命的地位。所以结果他把他上帝家族所给他的恩赐，他把它埋没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不能够消极被动，要积极。积极的生命会为你带来生命极大的祝福。我们知道今天所看圣经节26到27节，主人回答了这1000的人他所做的事情，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这个恶我觉得有一点意思，是他在讲你怎么把把我看作是这样的他说忍心的人嘛，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不是主人的原意他指的是主人用他所说的话来回复他。你就应当把怎样？27节，这个耶稣做比喻说什么？这家主说，你就应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啊，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不是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更多认识耶稣基督，才不至于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来看待我们所认识的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家主所说的又恶的仆人了。所以如果我们浪费了一生，没有为主而活，而成为一个闲懒而不结果实的仆人，那么各位弟兄姐妹，
主会将来会把我们所应当有的，把我们再夺回去。这位今天我们所看圣经节说，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去生利息，是什么意思？我们至少最低限度嘛，我们可以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好，我们要分享啊。假如说今天我已经像牧师以前，我很喜欢，我一定要弹吉他，我很喜欢弹吉他，我也很喜欢在台上参与敬拜弹贝斯，现在也是。可是现在我在心里面，我会去想，我要如何把上帝所给我的这些恩赐来分享教导更多有心想要学习的这些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上帝给你的一份能力、恩赐、才能，你是否也愿意把它做最大的利用，让教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如何来爱主爱人？当教会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够做见证，或者是讲道，或者是能够像别人一样做什么样子的关怀，但至少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带我们的朋友来听福音啊。你的朋友他会不会跟着你啊？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出去玩，我们会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要玩的时候，朋友我们一约，我们都会想要去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这么的美好，我们是否也能够带着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受这份生命的祝福？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帮助别人，也同样的来结福音的果子，才不至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最后28节到30节里面，我们看到主人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得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学习更多的交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学习更多忠心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在主你的恩典里面，能够学习忠心跟随主。你给我们许多的恩赐跟才能，我们更乐意能够尽好我们的本分，将我们所学习所得来的能够分享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忠心儿女的样式。谢谢主，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献上感恩，愿主你赐给我们祝福。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求耶稣叫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有见识